我唔知，佢係唔係愛？唔係2萬做嘢啊，1萬愛半廿尾。我從來冇談過呢個愛，請我煮菜伴大家食嘅嘢，也2碗泡麵，喺金安部前後嘅電路。小麗，原來就冇事情嘿。北面行好冇？天花就大唔同，可能人哋冇事情，我就安心嘅。阿肥，你未懂好，像呀？乜個意思啊？你未佢像誒？見唔人係看中阿爸呀？講廣東嘅。有影冇影？哎呀，驗死佢去啊！唉，唔可以嘈啲啦。佢跳休無衰，唔係死藥嘅，都冇簡單，爭水踢。你係頂佢聲咧，有精神咧，爭落去看佢啊！唔講你，小李，嚟曹永康健開天賦快踢咧。佢說第一時間就揾。係啊，講係曹永光好咧。我健康嘅天賦球咩快踢咧啊！原來嗰陣倒閉，我冇看哪裡廣告啊！這個沒有幫。你呢種啥長死橋啊都睇嘅，你講啱用嘅花錯也係唔錯啊！捱來就做得啦。錯啦，有條事情哦，我留個細來做，碰碰妹哦，樣樣都強叫嘅細妹嘅，樣定下哦。做嘛定啊下？下山了，我去接紅衣白進來。阿肥，村長講共都甩踢嚟啦，準備下山啊！係啊，今日下咩下山唔踢你啊？黃毛子啊！係唔中意這股爆咩？來年健康揾埋個天火球呢？本講到動本好嘅用啊呢，唔係咩？用潮哥哦。你讀幾毛？叫來一些東西。來去了。哦。太之前細妹講，熱氣球係天堂嘅天火球，搭班熱氣球比起來嘅世界，就有動人想要比嘅夢想，因為可能天，故所有希望。唔過我還較想要啲熱氣球喺天堂發光嘅世界，我係老媽人，叫我坐啲。熱氣球當路。行到了尾，你要甜無，做得了了一下無，愛的頭前，還有青豆嘅路，一行有你做伴，愛唔會驚。頭前
还有前路的路爱行，浮上天书，飞去的事情也变老自然。头摆爱唔知，路爱来尾行，目睭唔知欣赏天堂的月光。屁股唔知鼻看拍花的清香，脑筋唔知思量人生的方向。大帮伊老爱讲，大帮伊听爱行。大帮伊老爱讲，大帮伊，大帮伊。哎，这么的山道做乜解？买太桥啦！是多是少哦，老生们呢，谁来有马个管兴？为什么？近尾我去嚟到元旦，竟然留下来啊！来，哇，冇买哦！留下来拼啊，几好，嗯？我哋點喎？我哋都唔知受自家將來，小李，只得學教飛踢，唔係對你去陪你學教教書。阿凡做定一批調查局做些，做當槍係唔啲，自家將來我做乜嘅？정인아，你那個你喺開面上咩？係啊，你用講就簡單咯，唔啲開面先好艱難咯。有邊啊？做煮嘛爱煮啊，想做就去做啊。这种比较开面上，就做来创造手捏技力。以后上你就做落啊，亏是低呀，恭喜你！정인아，開面上係天才做嘅。唔過江西人呢一件事情哦，睇見咧，咁多聲音講出來，我教做唱飛踢咧。誒，捱開面上，老飛個有乜關係咯？嗰條向上人轉來哦，你不見得要恭喜你。你知點冇啊？你下台灣哦，全世界生育率清大嘅比數。錯呢，一生人過好好啊，做乜佢結婚恭喜人哋咯？捱就會知道人生愛結婚，恭喜人嘅，係冇人生因為野蠻咯。來，唔條條講拼人啊，唔叫時間啊，嗬。你唔對一個寫詩嘅時節哦，做就講好案咯。哦，上講。捱做唔得講。捱就有想過，唔過做夢多得錯嘅。大家都唔會講聲嘅啦。哎呦，喊拜落嘅乜人照顧唔得啊！唔對，看講元旦村就啲嘅咩，全部係老人家啦，根本看唔到乜嘅未來。嚇，安尼下去哦，哎呦，很個失落。就算哦，聲音講出來，你不見得有找條橋啊，有找條橋，有找條高嘅問題呀。就像哦，
佮记着无好好读书的生人呢，你很记得的情爱，这都无看到，一摆都无来讲。竟看爱怎啊解啊？虽然爱迄细妹哦，毋过爱毋迄强生的机器哦，迄毋着说来哦，无担当，毋真知。古数细妹怎毋敢交阮呢？哦，你讲所有嘅细妹拄咱汹涌按恶哦，来看啊，应该无细爱甲讨厌吼。阿肥，这唔要讲安尼啦，你有自家的想法。哪有啊？阿棒妹就唔会抢哎呦，爱妹哦，你全世界最好的细妹。耶，恋母情节。耶，恋母情节。好，亚传的抢。假设啦，说到嘞啉拉了，就老爱天数情绪掉。迄无，下一摆风采又来，好搞又会做太水哦。你怎么可以紧推给红发啊？卖叫，我喺度去讲花，阿老实讲啊，哎，你遐重要诶，做嘛个天数做我个事啊？人力无天数，几啥无办法做咁多。喂啦，来买粮咧？哎，对，不是啊，做乜咯？来给红油，哪点？阿伯，你要去哪？几拿粮咧？哎呀，今日迄几下做按多番。我中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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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嘅很中意你啊！阿姨呢？大家啊吼，你爱去家种嘅菜啦。哎呦，成功啦！种黑笋送来嘅酱菜。哎呦，讲起买法，我爱种按多吼，我也说唔起啦。哎，小妹啊，你妈嘅时节做得痛啊？这样吼，动作是吹手会不好啊。假嘅啦，也系凉嘅啦吼，一定会痛。啊，臭嘅啦，你呢？啊？今日咧青夜班啊吼，还同村长参上过嘅啦，我夜晚放班普图啊，我参加咯。哎呦，我懂上啊，不过阿妹，阿妹，哎，你呢？哎，甜点啊？哎，好听哦。哎，好玩。哎呀，一声音啊！太啦，谁买太好，出汗的啦。还记得啦吼，我哋唱好好安排的时阵，你唱完嚟扭扭扭扭，我有事情吼，我闺女嘅蛮唔应。奇怪，那头摆就唔会按呢啊？那我唔会啊，你唔记得咧？这回时间有冇？谈恋爱呀？也没有，就紧张啊，我是妹妹。
莫讲啦，莫讲咧哈。啊，唔讲唔讲，泡菜啦，啊好。大蹦伊，大蹦伊。你嘿，好饿。哦，好玩啊！你穿唔使去穿衫嘅啊？你炒葱鸡片咧，我嘅等然希望。唔是啊，也係愛藝，我嘅老人做過乜嘅事情冇？嗯，誒，好玩。哪是跌特来了？咪係乜都唔可以攞我嚟出開你。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講係看面相，唔希望你乜嘅用啊？開面相啊！係啊，跟我希望行陰日嘅民宿，就感覺時間停下來，空氣都披到嘅係太自然嘅美事，愛嘅美事咩好，日頭嘅美事咩好，人人嘅面床，不怕食要幾面嘅面床單，簡單嘅音樂，簡單到唔感受唔到有音樂，唔過記住會本 relax，簡單嘅食物，所有嘅材料就係我自家種嘅。保證原汁原味，連行路頭去做老爺嘅節奏變慢，去感覺時間嘅順差，要動到時間請採用。Welcome home。Welcome home。小雨，你小雨幹嘛嘅？來，也係見咧，哦，也咩係見咧，睇睇哦。大
给从来就看得出这个啥呀？小朋友，这里啊是茶，看书是咖啡，大水果。哎，你有啥？你摸一鬼啊？哎呦！让人家走好。这么奇哎！他，你笨蛋，最宠我啦！哦，是。来，握手。幼稚嘞！哪一啊？啉水啦！快点啦！送的。Cheers。你落去聽書啊？錯啊！我唔記得後嘛，即係數啦。你唔會寫下細妹啊？數乜係細妹啊？咪吃到佢懵懵嘅啊？懵懵嘅嘛解？講乜街，其實做乜街，同我睇唔上。有生意嘅事情，就看到自己嘅事情。你基本嘅啊，同老外講，我係平嘅大水管嘅。鴨子鴨打，冇聽錯，阿爸妹根本就冇想要嚟去打嘴鼓。點解？有冇看過唔對嘅細妹誒？硬惡我。屁眼嘅出腳嘅啦！屁啊屁啊！我係羅宇肥咧。條鬼講細妹哦，數字一九，細妹就停喺這。那有可能用嘅樸素去搞佢啊？咩啦？唔夠細妹一直同孫師冇衝嚟，仲係搞唔到。其實人嘅條件以好，有一啲哦，細妹嘅樸素就係做唔得對細妹嘅貼服。大蹦伊，大蹦伊。ngài Trương Yên Nhi, ngài Trương Yên Nhi, không phải xe, không phải xe, hả? Chứ, nó ba đi bằng chứ, na từ xa na不记哦，xa不记哦，那ba阿凡嗰個。哎，活結啦哈！妹妹，你是誰啊？原來你幫你扎線呢？啊？
好。爱迪啦，爱迪啦。nhà cũng真係當囉嗦，英講唔得，我聽老闆。有啦，阿哥，愛讀書。有上就好誒，有上就好，聽老闆啊。俺兩個啊，反正哦，魯莽通知前你們做唔到了，知道嗎？啊，你好啲個啊，檢查啊。新聞哦，哎，我來播這個點哦，哎，我來看好，聽到冇？啊，韓國。阿哥，我今天可以住静文家吗？我们自己有家可以睡，干嘛来睡他们家啦？啊？我想保护静文，他一个人在家会害怕。哦。我看你是想要吃他们家的洋芋片吧？我才没有你那么贼炮，贪吃鬼。贼炮，贼炮！贪吃鬼，贪吃的苍蝇在嘴巴上面。你昨天把我家的洋芋片都吃光了。啊。王丽，阿哥，付钱。哦付钱。我冇嘢啊！哎，你当阿公是摇钱树？阿哥，这是我的面子问题。年纪轻轻的，哎妈个面子，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你的。付钱。我不管，我今天要留在静文家。好啦，那回去叫你阿婆来跟你一起睡了。耶！静文，我们今天晚上再来说鬼故事。好。愿你平安。免。哦，迄安平免疫啦。哎，有番薯呢？哼，番薯哎。对。咁像無係咯，搶已經死。嘿嘿嘿，有吃。做唔得得體啦。唔管哦，他用嘅心意，就應該要盡衝報數。捱肚皮咧？喂，有幾條台啊？迄講搶人啲嘢嘅花吼，伊聽說要煮好食嘅粉顏色。原本是超人哦，而且阿妹是呀，恰有番薯，泡面，什么？哈哈，捱不過，迄個冇好食了，捱會甜。來啊，該搶你啊！來啊！這裡，來喲！世上的这样，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没有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
见，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你？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忘掉我。太自然细妹讲，张放爱的爱情像一场冒险的旅程，就系爱跌倒，倒来尽头，张离起家，做得暗无汹涌。你忘了我。请问啊，我阿公哦，就是都了不起哦，娘婆啊。阿婆过世以后，阿公一家人哦，就跟去仙园阿姑投胎。伊家哦，又拖啊太好病样呢，搞到世界各地医院。爱见老的啊吼，又还做唔得幸福，又还照顾唔呢。故说啊吼，以后唔去太啊。爱好来孝顺阿公，点冇啊？丁丁啊，俺以后也要孝顺阿公阿婆哦。丁丁。大梦伊，大梦伊。
卡本切来条嘞，还你个练做松饼个切的，哇，太甜嘞！是条叶盘哦，应该要搓到同样边哦。唔好怪我出产，这后来生意哦，做成全部是松饼。有干娘，来一份松饼早餐。奇哦，全部都好好用的咯。嘛该。泰利斯，你是吃哈？我也是吃啊。你呀，他就会因为莫查，张挑事情啊，给麻烦哈。莫紧讲紧唱歌哦。什么呀？哎。各位见讲哟，好玩忙生意，说唔定同人弄。巴东的那种人啊，一张去多洗天天，能拥有可能同样的脑筋，生意偏。我用为点哪种人啊？敌人敌面不敌心。这种家电用品的路。见。放心嘛，我对这种说阿妹的无感觉。哎，唔过佢对有感觉啊？佢外面无法度哦。做唔得，唔清楚有法度。新闻要做唔得接书啊？我从来就无想要接书。唔要做唔得上海啥物嘅事吗？一点哦，我无办法保证啊。市场上修理啊，你要管太多嘞么？骂人要经过一摆又一摆，是派给你那一张神中给啊？我不管，你太严嘞，你就做唔得按用上海嘅啥物嘅事。做乜嘅？那会读起来啊？俺用张梅汉拜好人发生乜嘅事情哦？你就讲係我做嘅啊？出事就好嘞。你调下嘅口气哦，同唱起我嘅女朋友呢？我哪有？明明就有啊！阿北哥哥，同事喺度哦，等一下。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很强哦。
好啊，将一分天天给小李先生去什么街呢？俺们抢到做一分嘛，所以先生还是要。唔怕吗？家己干皮，这唔得省。给眼手无客气了。要不5个斤？你自己来哈。阿笨哥哥，强而不能女孩，好可爱哦！好啦，小李先生啊，还较冲啊，可以啊。好事嘛？唔要好事，唔好事。好爱，阿芬哥哥啊，唔听你讲哦，你做唔得亲爱说哦，暗甜嘅东西，去会爱暗甜吗？这样好事嘛？暗甜嘅东西哦，像有生人嘅好说啦，你做得哪本视频啊、钉钉啊。亲吻佢條說，佢哋哦聽眾會中意嘅。姑說你冇歡喜哦。錯，你冇希望。人送东西不能说，你用做的按摩不面子。你講愛。最早咩？哎呀，小李先生，呛你1比6成之啊！呛。按做就可以飛哦。按做落了做乜解？啊？哎哦，我向小李先生现在不开吃饭。看到吗？俺没有印象哦。所以俺接受那个邀请。什么？喂，你应该去呛来呛去做乜解？佢啲干皮呢？哇，好呐！较暗掉的哦，阿芬哥哥怎来食啊？我係捱拜啊，空氣來做嘅呢。也唔係俺媽媽早晨教做的咩？錯啦，捱妹教做嘅啊，是唔聽唔怕，真見唔怕。小燕啊，肚餓咧啊！來，兩地飯，係哪去啊？哦，干皮你怎麼解？來，還有一個。明亚公，你真的很厉害耶，还自己办出院呢。明亚公，你真的好棒哦！谁是米亚公啊？他们不是中风吗？他不是我们这一科的吗？骗你们的啦！我就是米亚公啦！开玩笑。人就是要常常开玩笑，才会年轻啊！以后都不会再中风了啦。我很健康，像牛一样啊！可是我很想再来看你们呢。哎呦，这也是医院啊，不太好吧？对啊不太好吧？那怎么办呢？啊，
你们可以来圆顶村看我啊！我真的很健康哦。看你们当护士哦，服务很亲切。我叫我孙女哦，以后长大也当护士。好啊好啊，帮人家服务这样很好啊。哎呀，会不会很辛苦啊？还好啊，还好。可以遇到这么像爷爷这么开心的人，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啊。每个病人都跟我一样那么乐观，那么爱开玩笑就好了哈。长得最欢乐啊！我很健康啊，你看。真的，你看超年轻。我以前是健美先生呢。真的假的？你是要开玩笑了哈？哎，请问，来，王阿爸，我大家上架的时间哦，那天吧，我个老人家要咩事？王医师，唔是咱个客气，那老姨呢做迄王医师的，咱个太家做一工伊。唔做咧转落去啊，伊咧老生意咧，按迄最好的啦。哎，唔应该唔去转落老姨咧老生意咧，出错去吼。唔咩啦，唔咩啦。俺是听阿姨呢讲吼，遐云淡村哦，空气好，环境好，对生意会较好。故说哦，俺遐惊就先转。为到生意呢哦，俺只搞做弄会较辛苦，怕啦。太自然细毛会讲，迄讲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一个悲伤的角色。都会有一个悲伤的结局，而且希望到了故事前面，我还是希望做得相互为对方笑一下。我是季先生他老婆。哪个？什么？我听讲哦，对方博士诶。人本來就好好誒，唔好亂談。古宋爺都講嘅，沙飛講得唔好嚇。拍謝。我要分手戒了。發生乜嘅事情啊？慢慢來看解起你很美很困難對將來不敢有嘅不應該想流淚你愛這個表講你沒有人陪，愛同解對，你這個人敢沒安用，從早到早過談愛上癮，假使有人愛你動情，依舊唔是對愛。都分享跟一张。